徛台湾看世界来看欧洲的疫情，包括意大利、西班牙甲法国单日确诊的病例拢创下着新高。德国嘛已经宣布要甲法国等5个国家的边境封起来。虽然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民众也是真有心，连意大利甲西班牙拢有替医护人员加油的活动。 已经过身的意大利男歌因帕帕洛蒂，伊的歌声配合军旗，画出代表意大利国旗的3色长烟。这是意大利意大利空军最近发起的快闪之声活动，算是团结抗疫的决心。意大利是疫情上严重的欧洲国家，一天新增加的确诊病例数甲死亡病例数愈来愈近。伦巴第大区的高速公路本来是当地交通上无用的路段，即卖因为全境封锁，拢无车。教宗方济各伫当地时间礼拜，经过拢无人的罗马街仔路，去2位雕像地点替世界祈福。伫咧厝内防疫的意大利的人，因为热情原在，伊用拍扑的方式替这医护人员加油，或者个封城隔离日子加淡薄仔活力。欧洲第2重灾区是西班牙，一天确诊的病例数嘛是拢愈来愈济。 宣布封城了后，景点拢无人，当地远景4个咧巡逻，可劝民众乖乖伫咧厝内，要无人机拿杯拿放送，提醒大家爱遵守防疫措施。暗时马德里嘛听到阵阵的扑仔声，一个传一个，街头巷尾拢伫做拍扑仔，同款是咧替医护人员加油。 德国甲法国是欧洲第3、第4疫情的灾区，确诊病例数拢超过5000例。荷兰宣布全国封锁，德国嘛宣布要关闭甲法国、荷兰、奥地利、瑞士、甲卢森堡的边境。欧洲国家陆续颁布各种禁令，都是希望讲会使控制疫情。